种子种樱桃，种樱桃吃完别扔了，用果何种樱桃种树？网页链接，瓶栽艺术。前贤在家可培育苹果幼苗，将种子与卫生纸包好，一张对折几次，然后放上种子，包好，然后加水，不太多，放在保特瓶瓶盖内部，用手指压紧，先剪开，取下保特瓶上端6公分处，放好种子后，在墙壁边反放着来形成温室，促进发芽。成功的话大概1周。观察根长出来的长度，够长就可夹出来，放整齐，用新卫生纸包好，根部那一端塞入瓶口，要接触到水，保特瓶剩余部分装水之后防发霉，工作后注意清洁。瓶栽苹果幼苗，在美国气温较低，适合培植，只要不烂根，只有适时加水，也能长到1-20公分高。保特瓶上端剪下，然后反方向放在剩余部分上方，加水很方便的。字，这个字错一个字。用卫生纸包好。